因为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，在世界各国拢相连续出现炸弹的威胁。法国出名景点罗浮宫甲凡尔赛宫拢受到炸弹恐吓，紧甲人疏开。另外，伫咧马来西亚有一间卖场，嘛有接到讲放炸弹的电话，要求大家莫去支持暴力事摊。 在地警报甲广播一直达，参观民众向门口口行，广场客满，互远景要求疏散的群众。以色列甲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战争，和法国当地学校发生攻击事件了后，暂时凡尔赛宫甲罗浮宫伫当地测试，嘛陆续接到炸弹威胁信息，互当局紧急疏散参观民众。 罗浮宫因为展出有名的画《蒙娜丽莎》，每一天的参观游客达到3万到4万人。巴黎警方接到消息了后，赶到这2个观光景点疏散人群，封锁所有出入口，对馆内做地毯式的搜索，暂时无发现任何炸弹。 法国阿拉斯丁一间高中13日发生攻击事件，造成1名老师死亡，2个人重伤。当局认为甲以下冲突有关系。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则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攻击状态，甲法国反恐安全计划顶级又到上悬，部署部队巡逻保护公共场所。暂时伫巴黎里昂车头发现疑似加拿大玻璃物，嘛紧急疏散群众。 Pour le château de Versailles, pour le musée du Louvre, pour la gare de Lyon, à chaque fois nous envoyons les démineurs après avoir évacué, puisque évidemment c'est la sécurité qui prévaut. Je peux vous dire que pour les 3 sites que vous évoquez, 除了法国、马来西亚的柔佛新山谷中城广场，则是暗头嘛接到不明人士的威胁电话，警告当局政府唔通支持巴勒斯坦，若无会设置炸弹。当局嘛紧急动员数十名的员警赶去现场疏散人群，佮调动2组的警犬来搜索，暂时无发现任何可疑的物品。高市新闻台是同朋友。